语真连长，愈讲愈连长。大家好，贵爹。大家好，我是文轩。我甲你讲哦，前一阵啊，我甲南投竹市边做伙去买中岛肠的时阵，听起来是一个做趣味的故事。就是我甲伊行到一半，就是伫要入来公司的时阵，伊就向甲我讲，伊看到一个中官，伊无想要甲伊拍招呼。啊，像袂使讲，总经理，这袂使讲。我私底下才甲你讲。好。啊，然后我就甲讲啊，你做人毋通遮尔无良啦。啊，其实吼，我有当时啊拄着即款状况，我嘛是会感觉吼，假做啊无看到，毋知要甲伊讲啥。系啊，其实我感觉阮安尼是真大心，就是为着惊迄位中官伊爱记伤济人啊，伤无用啊。而且伊可能赶时间，所以就会想讲用遮的撇步，有当时可能会无看到对方，无甲伊拍招呼。毋过其实心内也是真爱迄位同事，或者是中官的。是啊，佮有几个心情吼，会当堪大家分享。对，即马就来看咱的小剧场。这个情景啊，其实就是你去买便当的时阵啊，其实你腹肚都已经真枵啊，结果这个时阵你又看到你的同事拄好天气就是落雨，所以你就超工把这雨伞夹起，把面炸掉咧，无看到啦。啊，对方啊，当作看到吼，伊嘛会感觉哎哟，雨伞炸掉啊嘛，拄啊好。免小借问，啊，就安尼一行过去。这是一个大绝招，大家会当学起来。是啦，要毋讲吼，这就是有个人真正贫惰啦。你也同事啊是有熟悉的，你甲拍一招呼，要中昼顿哦。其实有当时就是腹肚伤枵啊，想要赶紧转去。哎，贫惰就讲啊。这个心情都是贫惰。是。这个情景啊，就是你拄到一位你无真熟的同事，你就咧丢讲，敢要甲伊小借问，啊，毋过就看到伊咧背手机啊，所以你就想讲啊，刷刷去啊。是啊，因为像我吼，有当时啊拄到共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吼，啊有一个同事伊定定咧行路的时阵吼，就拢会看涂骹。是毋是因为涂骹有钱通捡哈？啊，毋是咧，我嘛毋知，要毋过有个人就是安尼吼，行路伊可能真正无啥注意到人，啊，我就是迄个互忽略迄个人。被人认就对啊。是，毋是。你哪会遮瘦啊？拢无马数。无马数，你看我练到这辛苦，你看这是啥？这是啥？你是啥？你闻看卖啊？无吗？无啦，我这意思是讲吼，你穿这衫看起来足瘦的，袂说拢无咧食饭，哪会遮瘦哈？佮穿这衫，看起来安尼。时间是安那？我还袂讲煞咧，紧转来啦！这个情景啊，就是你去拄到一位真袂晓开讲的同事，可能伊讲话就是你听甲袂真介意，所以你就会赶紧假做你咧讲电话，你就无用的，趁这个机会赶紧逃走。其实吼，这款人就是讲吼，伊袂晓讲话，所以吼有当时吼，你拄到这款人的时候，你就无想要卡名伫遐翕相，你就讲吼，伊真正做亚瑟。我到底敢要甲伊拍招呼？毋过我感觉足歹势的。到底有偌济内心戏啦？其实这种心情啊，就是有当时啊，你甲别人其实有直接过，啊，毋过你无确定伊敢有熟悉你，所以你就会真丢讲，到底敢要甲伊拍招呼，而且佫亲像我这种生性真避暑的人，所以我就更加袂去甲别人拍招呼。你也避暑吼，我这个人吼，可能就是真正袂晓讲话啊。咁真正是安尼，我真罕慢讲话，毋过我真实在。嘿啊，讲的这四个吼，就是咱今仔日讲的这四个情绪。啊，你也当做有拄到这款人的时候，你要拍招呼吼，你就会当像阮今仔日讲的这个方式，用这四种撇步，就是甲闪片。安尼后回这个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台语真连长》，拜拜。